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有波牧师。今天11月2号，我们要分享的是重新建造自洁行动。以斯拉记10章12到22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人如果自洁，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能够被主所器重，因为他已献给主，为主所重用，来做各样善事。提摩太后书2章21节。前面我们看到，因为以斯拉个人为民族的认罪悔改，激发了归回犹大百姓的心灵大觉醒。9月20日，在耶路撒冷召开一场悔改的复兴大会。在以斯拉简短的勉励之下，这些百姓他们就认罪，并且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以斯拉的劝勉。大家都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也决定展开休掉外邦妻子的自洁行动，更要离弃所有与这个异教有关的牵连和瓜葛。以斯拉在会众的支持下，采纳了会众的建议，安排专人进行彻底的清查，耗时了3个月，终于调查清楚所有与外族通婚的人，并且执行所定的自洁行动。其实这是一场很尖锐、鲜明、痛苦至极的场景。我们看，不仅严重涉及属灵的这个事，更揭露了相关的人为因素。又因为下了大雨，大家都战战兢兢。短短的几个字，也让我们看到那个画面好像是泥泞、不适、疲惫这样的一个情况。百姓更因为上帝的话语而战惊不安。这绝不是一场安舒的研讨会，而是一场百感交集、情绪紧绷的聚会。以斯拉在简短的勉励劝勉之后，百姓就开始回应了。那以斯拉他的劝勉里面包括3个要点。第一个，他直接指出问题的根源，就是你们对上帝不忠。那这项特别的罪背后就是人的心思意念改变。以斯拉回想9章第6节，他看眼前这些娶外邦女子的罪，简直就是在以色列人原已经犯的罪上面又加一等。第二呢，他催促百姓认罪。这个字更正确的意思就是要将荣耀归于神。这个片语在约书亚记第7章19节曾经出现过。亚干被催促要将荣耀归于神，所以要承认他的罪。认罪的基本元素是要承认上帝是公义的，也等于将荣耀归于他，承认他的判决。第三呢，以斯拉催促百姓采取行动，在此状况下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不仅要离弃这一些外邦女子，更要弃绝所有以异教相关的牵扯和瓜葛。现在呢，就等大家下决心付诸行动。那百姓怎么样回应呢？在第12节，民众大声回答：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说明他们在上帝面前承认他们的罪行。透过仔细的调查，百姓支持以斯拉同意执行的自洁行动。有2件事是值得一提。第一件，以斯拉现在是领导者，当然他原本就获得波斯王授权，担任以色列民的首领。但16节称以斯拉为祭司，这显示他所执行的是来自更高的权柄。7章1到10节也看见以斯拉的祭司和宝学之士的身份，更胜于他的官方头衔。这项工作既快又慢，快的是百姓在聚集10天后就开始清查，慢的是清查的非常仔细，一共用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的日子。这个完成的日子正好距以斯拉从巴比伦出发的日期整整1年哦。那这个工作实在不是容易哦。进入冬天也可能使这样的一个事情更缓慢。我们也无从得知每个个案是如何进行的。无论怎样，这个工作终于完成。以斯拉记的叙述也到此来结束。百姓交出这样的一个必须自洁的名单，把属灵领袖放在前面，这显然是在强调，也是在告诉我们说，他们本来应该带头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来行公义，但是他们却没有。审查用3个月的时间，这份名单中有17个祭司、10位利未人，还有86个普通的百姓。这里提到属灵的领袖祭司从他们开始来悔改自洁行动，他们答应要跟妻子来离婚，献上了一只公绵羊做祭牲，替他们来赎罪。接续带动会众的自洁行动，这也提醒我们做领袖的，如果我们真的违背神的心意，我们要自己先来认罪悔改。我们只能说，在当时候的环境下，以色列人对上帝心意的知识，离婚是他们能够表达对上帝忠诚的一个最佳做法。在当时但毕竟以新约的眼光来看我们也了解神不喜悦离婚，但至少我们可以由这个历史事件中来看出上帝对其子民婚姻的看重程度我们想要了解神的心意，就是不要他的子民因为婚姻的缘故远离他的救恩，甚至走向灭亡。我们来默想，今日我们有没有婚姻上的信仰危机呢？如果有，那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那以斯拉的处理方式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圣灵的大能，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为要得着你的恩惠怜悯，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求主耶稣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除掉一切从世界来的污秽沾染，洗净我们和我们家族任何的不义。求你来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一切已知的或隐而未现的过犯，好叫孩子们在你的面前能够认罪悔改，让我们所行的一切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
讨你的喜悦，并且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